心理安撫的有效互換溝通策略。1. 心理安慰的重要性。患者的心理健康是治療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。焦慮或恐懼的患者不太可能配合治療，只會影響他們的康復速度。醫院環境往往是一個陌生且充滿壓力嘅地方，病人，尤其是住院病人或身患重病的病人，會對自己的病情感到非常不確定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護士不僅要提供醫療護理，還要幫助減輕病人在醫院環境中感受到的壓力，並提供心理安慰。要做到這一點，護士必須深刻理解自己的隱性對病人的影響，而且可以通過有效的溝通技巧來實現。例如，如果護士對病人說別擔心，這足以讓病人感到自己並不孤單。但重要的不僅僅是口頭上的安慰，而是對病人感受的真正理解和同情。這種方法會讓病人覺得護士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，從而最終在治療過程中產生積極的變化。心理健康對身體健康也有直接影響。研究表明，心理穩定性高的患者免疫系統更活躍，對疼痛的控制也有積極影響。因此，護士應密切關注患者的心理狀態，並據此提供適當的護理。例如，如果患者反覆問同一個問題或表現出焦慮，護士應嚟記確認其感受，並提供解決方案。護士歡迎幫助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情，並喺此過程中適當使用語言和非語言方法嚟緩解焦慮。那有效溝通的關鍵要素，互換溝通不僅僅是傳遞信息，更重要的是理解和體諒患者的感受。有效溝通的關鍵要素包括：第一，感同身受。患者可能會對自己的病情感到焦慮和恐懼，護士必須發出信號，表示理解他們的處境。例如，如果病人問：你認為我最終會好起來嗎？護士可以回答：我知道你對自己的病情很擔心，但我們正在共同努力，盡我們所能做到最好。所以你為什麼不再給他一點時間呢？這樣病人就會感到自己的感受得到了尊重，從而更加安心。同理心不僅僅是口頭表達，還可以通過非語言元素、眼神交流、微笑、點頭等進一步加強。第二，清晰。醫學主義很複雜的解釋會讓病人更加困惑，增加他們的焦慮。因此，護士應該使用病人容易理解嘅語言，必要係可以用利弊或異常表達嚟補充解釋。例如，與其說你的血壓有點高，不要說你體內的壓力比平時高一點。但這種情況可以通過管理加以控制，更平易近人。清晰的溝通對於幫助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，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護理至關重要。第三，傾聽。傾聽不僅僅係專心致志，更重要嘅係充分聽取和理解患者的傾訴。當病人喺談論自己的病情或者感受時，護士一定要讓他們暢所欲言，而不是打斷或妄加評論。例如，如果病人問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生病，護士應該表示同情，承認病人的感受，說我好高興你能想到這一點，這對你嚟說一定好困難，而不是自己回答。傾聽為病人提供咗自由表達感受的空間，這係建立信任的基礎。第四，要積極。積極的語氣和面部表情可以緩解病人的焦慮，給他們帶來希望。如果護士說你這次感覺好多了，並報以溫暖的微笑，病人就會對自己的病情好轉充滿信心。此外，表揚或鼓勵哪怕是微小嘅成就，也能增強病人的信心，鼓勵他們在治療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。例如，當病人成功完成一項物理治療運動時，用你做得很好，繼續做，你會好起來的，嚟鼓勵他們，可以幫助他們激勵自己。3分析真實案例。在講座中，我們將根據真實的護理案例分析有效的溝通方法。例如，第一個案例係一名患者喺接受診斷後感到極度焦慮，護士講結果不好啦，佢說這個可能不如你期望嘅內容令人滿意，但我們可以一起想辦法解決這對患者的影響，截然不同。前者會讓病人產生絕望感，而後者就為病人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，並給予心理上的安慰。第二個例子係病人在治療過程中反覆問一個問題，例如
如果患者多次詢問這個藥真的可以吃嗎？護士可能會感到沮喪，但是護士可以通過熱情地回答：我可能已經問了好幾次這個問題了，您還有什麼問題嗎？來化解患者的焦慮，這樣病人就會覺得自己的問題得到了尊重，而不是被否定，從而與護士建立起信任。第三個例子係緊急溝通，例如果病人突然感到疼痛並焦慮不安，護士可能不會問你還好嗎，而是會說你現在哪裡不舒服。呢種態度既能讓病人放心，又能讓你喺緊急情況下成為病人信任的護理人員。第四個例子係與文化差異溝通，來自某啲文化背景嘅患者可能無法自己表達自己的病情，或者出於對護士權威的尊重而不願提問。護士需要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，採取溫和的方式幫助他們自由地表達自己的需求。例如，護士可以問：您還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嗎？讓患者有機會暢所欲言。非語言溝通的作用，無聲的非語言因素也會對於患者的關係產生很大影響。護士要注意以下要素：第一，眼神交流。眼神交流係向患者傳達興趣和尊重嘅重要方式。當護士注視照患者並傾聽他們的情緒時，會讓患者感覺自己很重要。例如，當患者描述自己的病情時，護士與患者進行眼神交流並點頭，會給患者帶來信心。然而，過多的眼神交流會讓患者不知所措，因此保持適當的平衡非常重要。第一啦，面部表情，柔和溫暖的面部表情可以緩解患者的焦慮，讓他們感覺更放鬆。相反，冷漠和面部表情就會讓患者感覺疏遠。例如，當病人對自己的病情表示擔憂時，如果護士微笑着說：我理解你的擔憂，我們會一起想辦法解決的，就會讓病人覺得自己並不孤單，給他們一種安全感。面部表情可以傳達比語言更有力嘅信息，因此啲護士應始終努力保持溫暖和富有同情心的表情。第三，肢體語言。肢體語言喺非語言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，尤其是開放嘅姿勢，有助於讓你更平易近人，並與患者建立信任。例如，交叉雙臂或轉過身軀會給病人一種具體感，但將身體轉上，他們並靠近，他們會讓他們感覺與你交談更舒服。你可以使用手勢或細微嘅身體動作嚟吸引他們的注意力，或鼓勵他們採取某些行動。例如果病人焦慮不安並緊握雙手，護士輕輕握住他們的手說：沒關係，有我在度，就能起到很好的安慰作用。第四，語氣和節奏，用平靜清晰的聲音說話有助於增強病人的安全感。當病人焦慮時，較慢較柔和的語調有其有效。例如，在緊急情況下，當病人問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時，護士不要急於回答，而應平靜地說：首先請冷靜下來，我們將注意解決問題。控制音量和音調也很重要，太大聲會讓病人更加緊張，太小聲會讓病人難以集中注意力。適當的語調和節奏有助於病人清楚地理解信息，並在情緒上感到安全。實踐活動和反饋講座包括通過實踐和理論強化技能嘅時間。學員通過設置模擬情景嚟練習護士與病人之間嘅互動。例如，在第一項活動中，一名學員扮演護士，另一名學員扮演焦慮嘅病人，運用有效嘅溝通方法。在此過程中，學員可以練習換位思考、清晰表達、傾聽、積極態度等，並審視自己嘅溝通風格。第二項活動係非語言練習，參與者可以觀察對方嘅面部表情、肢體語言、眼神交流等，找出需要改進嘅地方。例如，如果一名學員扮演病人，說我好擔心我嘅病情，其他學員就可以嘗試如何使用非語言暗示嚟同情和安撫病人。扮演護士嘅參與者可以通過眼神交流、微笑和點頭等行為嚟表示自己理解病人嘅感受。第三項活動是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嘅病人進行交流嘅練習。例如，某啲文化背景嘅人通常不會自己表達自己嘅病情，因此護士可以練習理解這一點並問向地提出問題。主要能還有什麼需要幫助嘅嗎？或請儘管說之類嘅短語能有效幫助患者自由地表達自己嘅需求。
聯席的結束後，舉行一次反饋會，讓每位參與者分享他們可以改進的地方和做得好的地方，以幫助他們繼續成長。反饋應該是建設性的，而不是評判性的，目的是幫助參與者明確自己的長處和短處，以便改進。例如，最好能提出具體實用的建議，如我認為，如果你能更多地與病人進行延伸交流，病人會更信任你。或者採取長期方法建立患者信任，信任不會一蹴而就。護士需要在與患者嘅所有互動中，始終如一地履行承諾，哪怕是很小的承諾。例如，如果患者問你什麼時候給我藥，而你說我馬上去拿，那麼一定要喺承諾的時間內把藥送到患者手中。這些細微的舉動累積起嚟，會讓患者覺得你係一個值得信賴的人。同樣重要的是，要尊重病人的個人背景同埋價值觀，讓他們有能力做出自己的決定。例如，當病人需要喺幾種治療方案中做出選擇時，護士應清楚地解釋每種方案的利弊，幫助病人自己做出決定。這樣，病人就會感到自己能夠掌控治療方案，從而進一步鞏固對護士嘅信任。信任不僅僅是用語言建立起來的，也是用行為和態度建立起來的。護士需要幫助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情，並在此過程中利用言語和非言語方法緩解他們的焦慮。例如，如果患者反覆詢問同一個問題或表現出焦慮的跡象，護士需要立即確認他們的感受，並提供解決方案。這種積極主動的態度會讓病人覺得護士是他們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。其他結論，通過關係治癒疾病的力量，護士與患者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支持治療過程，有效的溝通可以增加患者的心理安全感，建立信任，甚至增加治療成功的可能性。本課程將幫助學員掌握加深與患者關係、提高護理質量所需的技能，並講理論與時間響之學，幫助學員喺工作中應用這些技能，使護士成為值得信賴的護理人員，幫助患者獲得更多安全感。安全感和信任感是病人康復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。這要求護士履行其作為病人陪伴者的角色，而不僅僅是醫療服務提供者。有效的溝通不僅僅是語言上的交流，更是一個理解和照顧病人感受的過程。它能讓護士加強與病人的關係，最大限度地發揮治癒的力量，